后礼拜二就是国庆日，今仔透早，国军进行最后一届的空中全兵力的操演，包括大北国旗的吊挂、永宁高教机、冲场、甲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、放红、白、蓝的彩色烟雾，通过总统府的天顶，有真侪准备要上班上课的民众，拢停伫路边伫欣赏。 挂大型国旗的次努克运输直升机早起，搁再飞过总统府，国军进行国庆日进前最后一届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。两台乌鹰直升机就伫国旗的一前一后来护卫。虽然风台天的影响，台北市的云有较低，毋过无影响。6号早起5点50分，陆续有5台用鹰高教机嘛飞过，场面真壮观。 还有6台 AT3教练机编队飞行，放出红、白、蓝3色的彩烟飞过总统府。国军早起进行空中全兵力的练习演出，凯道的周边早就未少民众收掉的，要翕上精彩的飞行画面。为了要让国庆大会空中操演顺利，国军嘛做好准备。国防部嘛请民众听到飞行机发动机的声音，唔免紧张，摇头一手为国军来加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